大家好，我是银子姐。今天天气好，好几天没吃黄冰牛排了，取点血，猪肉。哎，就这吧，这血干净。再来点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走。哎，真的吗？户外就是天然的大冰箱，省电。看着牛排冻得嘎嘎的，给它切割一下。这2根差不多就够了，给它再锯开。这一块明天再做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草呢。好了，肉冷水下锅。大料盐来上一把，好像有点不太够，再来点。好了，等水开。煮的牛排熟了，哇塞，看着真好煮的。煮的都脱骨了，看这小骨头，吃啊！就这天气，来一块牛肉，那是暖心暖身啊！看看，哇！真香，看这肉这纹理。辣椒酱来点儿，椒花酱再来点儿，这才香呢。就这五花3层的小牛排，真的嘎嘎香，啥调料没放，就一把盐煮出来，肉香。康美，哇，带劲儿！有想吃的，别忘了找银子姐，嘎嘎香，正宗内蒙黄冰牛排。点个小关注。